你以為老咗，大腦就停止學習？唔啱，大腦其實係一部終身學習嘅機器。睇下60歲嘅李伯伯，佢而家挑戰緊一樣唔可能嘅任務，從零開始學鋼琴。點解做到？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，關鍵係神經可塑性。我哋個腦裏邊有大約860億個神經細胞，每次學習同練習都會強化咗佢哋之間嘅連接，逐漸建立新線路。每彈一次琴，其實都強化緊佢腦入邊嘅神經連接，等個腦升級。呢個唔係魔法，係人人都有嘅能力。學語言、技能、新嗜好，無論你幾多歲，都會啟動呢個機制。大腦唔會因為你年紀大而關閉功能，只會因為你唔用而退化。你個腦永遠準備好學新嘢。今日你想開啟乜嘢新挑戰啊？所以唔好再話我太老啦，學唔到嘢。你個腦正在等待你落指令，幫自己升級。